间困醒，现在是早浪5:23。今朝我约趁太阳微风出来之前，赶到一个地方去。开至50分钟汽车。哎哟，大毛姐一单子，10分断太的。那现在脚底下打个啥来你啊？对，喏。 上去打0个米蛋差不多别。这位啊，再等我去，我身上衣裳也晒脱了。打那呀，几袋米地里向上来，一个墙头浪动啊，甚至到自家挖干。哦，那个谁都爷娘个房子啊，原来。还谁个那些辰光谁来一个里向长大个噻？两旁边个门档子，不是外地人的群租房，侪是一部分收走蓝人农民伯伯，再有个管束，除非差钱。来喽！ 雨嘛是风的，哦，今年都开始空调包啊？哎，今年没在那里向。分开空调啊，分硬啊。下半日来上班噻？开工了啊。上趟你一个粉丝高上几厘米了，还有一个印子的。在当心这个。一个不当心，再划大一点。啊，不用测试。三点行李箱个奢侈品，而且搿里3个分高。一个几厘米从拆下来，但我有点吃点处理，交关人服侍里向，埃点侪是钟点工，侪是服侍几厘米个朋友。吃那个本地几厘米外带骨灰收的，那外地几厘米呢有一吃呢，马上倒出来。那个侪是黑不老脱个山里向挖起来个物事。赶集点心来一餐，有人剥肯定也有人吃，反正都剥出来泡啥用场呢？那还比伊呢？那么有人吃呢，谁肯定也有人剥，反正我煮里个物事老大来呢，分工不同，你个同事一个同志。 袋子浪向会有一大点余粒，生人难吃，就来吃脱根余粒吧。吃海参吃脱，现在吃腊八青菜。这位啊，今年是开支空调剥几厘米，成本更加大噻。打出门一红头，我马上煮出来。吃下几厘米，刚吃回到屋里好还要。上周一个朋友一点大水从修得来着，还不晓得是哪样子一出戏。现在只有9点35分了，这个饭店开了吧？还要晚一点。我约好的人。哎，对。哦，在里面啊，好。哦，你好，来这边坐啊，可以来坐。太早了嘛，这个时间。来，做事情想早一点，我怕堵车的，因为走。你们找我来干嘛？这个事情我也有点弄不大明白。这是我们徐总，我们这边还是做了蛮多成功案例的。你们就是组织货源，然后找像我这样的人卖东西，还要包括你培训。直播现在人家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？想不起，我一说哪个人，马上蹭往上涨，人家就对这些八卦感兴趣。对，就是我们为什么找到你？你账号是有流量的，是有热度的，才找到你的。对，像你的号，在我们看来最低就是10万起。比如说我现在跟你签了个合同啊，55分成，那我是不是带所有的货都是55分成的？是这样的。那么比如说有其他的品牌来找到我，我跟他带货，我也得分一半给你了。其实现在有很多粉丝啊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：你们现在怎么带货了？哎，你们怎么赚钱了？你们怎么一直掉在前沿里？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正常吗？对，不给你工资，你上班你会去干嘛？就是做直播就是要给他们洗脑。